像我们那样子三高，效率高，智商高，学历高，凭啥子给我们涨工资？这样子嘛，我们来玩个游戏，你重复我5句话，你要是赢了，我就给你们涨工资；那我要输了呢？输了你就给我100块钱，意思呀？来，猪、猪、牛，牛，又有几条腿？ 10条，又有几条腿？10句话。再来，猪、猪、牛，牛，又有几条腿？牛有几条腿？你又错了。我哪错了？你又错了，也是1句话。